大语文千万字，大家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俗语咧讲，好囝唔值会食，好命唔值勇行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字，就是勇，读以用勇。第二条，勇就是讲一个人真健康，身体真好，咱讲这个人真勇。另外物件若较耐用，较袂歹，像咱讲这双鞋啊真勇，也个会当形容讲这个人真好打，咱讲这个人真勇敢。也个有家向前冲，有气魄，咱讲这个人有勇气。若是讲这个人身体真健康，咱讲这个人的身体真勇健、真勇壮。嘛会当形容这个人汉草真好，或者是讲物件真耐用，咱讲真粗勇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勇敢，这意思就是讲这个人有勇气，敢冲、敢做代志。第二个词读做勇卡，形容这个人勇壮有力，或者是讲你钱的方面有实力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甲做伙。比如讲，阿明做代志真勇敢，有勇气，敢冲，有担当，敢打输赢。莫怪大家学到伊是勇卡马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读做勇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